시들레 다들이 론체 사와 만중이라 가산 미치기 되니 로당치 바르베라네 튜어티드라 가산 안저 텐런로와 세보다 마부니 로당치 바르베라네 튜어티다 드링이게 앉아지 두기다 다통보 세보데다 허우 앙黄色黄色黄了是那看的是直接起来，然去多黄色，记住了红了是那去多你做起来，和红色记了黄昂来的黄色，记了红来的红色，这起吧也得了黄色。红色，我也得看上，我就参照着查了，他这个了别考试觉得别的记住着了，还你这样做这个了别怎么提起来，你给买去了给的。下过雨后，天空云变得明朗。下过雨后，天空云变得明朗。蓝天里有一座彩虹桥。蓝天里有一座彩虹桥。红、橙、黄、绿、蓝、靛、紫。彩虹有7种颜色。你最喜欢的颜色是什么？你身上穿的上衣是什么颜色？你身上穿的上衣是什么颜色？对不起，我自己论起你送把的话，经常给过了的，但是你给论起看的老个啥子呢？你是咋洗吧？第24课论起你是咋洗吧？第24课论起你是咋洗吧？论起你是咋洗吧的看的下来呢？买衣服，买了牛儿哇，衣服了是那脱落，买衣服了是那脱落牛娃了是，对话了是那看到哇，给这些哇。他请问这件上衣多少钱？请问这件上衣多少钱？请问了是那跟着学了了，这件上衣了是你给刚给看苦了。但我来了，这个都刚给苦了看个样子。这件了是对了啊，上衣了是那我来刚了看啊，多少了是看在钱了是那别下了啊，过么？请问这件上衣多少钱？跟你学了刚看的苦了的了看在这了是，你看了是250卢比。250卢比，卢比是看起来了是那我们也叫我去，等到我是加了，等于呢别下了卢比是那个，我们你叫我去这了是，可以算便宜一点吗？可以算便宜一点吗？可以了是那几把错把了哇，算了是几把几呀吧，便宜了是那公穷。一点了是第4哇，买了是那条的，可以算便宜一点，买了是那公穷第4呢，这个就白了我说，可以算便宜一点吗？是吧？不好意思，没办法，定价已经很便宜了。不好意思，没办法，定价已经很便宜了。不好意思了，是公爸妈错了啦。
不好意思，公爸妈做，没办法了是呢，他是没吧，没了是没吧哇，办法了他不是的，没办法了是呢，他是有嘛的了。定价了是呢，但如果准备去吧，我做的公司准备去下就要加呀没不嘛拍呀没个定价，已经了是呢，查查哇，already 很便宜了是呢，但准备去下就公司都被得不意了的，不好意思，没办法光的，他是民度了是看起来如果准备说下就得被公穷宜了是便宜了是呢，公开不了啊。安第五了，我们都是老客户了，可以几点折扣吗？我们都是老客户，可以给点折扣吗？我们都是老客户了是呢，我们都是了，我唱嘛热了，老客户了是呢，真不您吧？但你变得啥行的，状况看的着去呢，状况看的去呢，真不样式来的老客户了，我说真不您吧？我们都是老客户，我真不您吧意了是，可以了是呢，确保哇，可以给点，但的了可以操了急了这个，可以给点，这个是为了折扣了是公的是嘛价吧哇？我真不明白意了是可以给点折扣嘛了，但的给的了，你大家弄小关的，可以给点折扣吗？公嘛的加油呗，我真 regular customer 一来了呀。好吧，帮你打9折。好吧，帮你打9折。呀，你去了家打谷子叫我来去了。当我说的那家能啊去家的，你去家的，你说有了。好的，帮你打折，打5折，打9折，谷叫我来去了。谢谢，图些钱来了呀。人家去录的第三脚场就说了许多的。买衣服，可乐牛吧？请问这件上衣多少钱？250卢比。可以算便宜一点吗？可以算便宜一点吗？不好意思，没办法，定价已经很便宜了。我们都是老客户了，可以给点折扣吗？好吧，帮你打9折。好的，谢谢。他电脑了，此刻全部去那边呢，等不得买的那个新货了牛吧？卡着牛呢，这个家了卡着牛呢买是吧？请问来给的卡的那边当个的，我做米给这提的个是边当个，请问是吧？多少钱来给的新个是吧？工资够卡车一来着，便宜了是那空穷，公妈价吧哇，便宜。你不好意思了是呢，光打来着的。定价了是呢，我做人工公司准备去把它定价了，我说就我没吧 ，face price 来讲我做定价很便宜了是空穷了，便宜。你老客户了的，老客户了是呢，从可能全部人把的出来老客户了，我说折扣了是呢，马价吧，公司马价吧是吧？这出呢，得是那的啥的，这个乱七八糟了。